他是的嘞，看不啦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今天第一次很有缘跟你谈话，可是我有一些问题，我常常尝试打坐，可是很分层，常常就打呼了，睡着了，我怎么办？应该怎么做？应该我在什么时候最合适的打坐？要打多久？才行？这是的嘞。我们那个打坐，修行的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方式嘛。对呀。但是呢，打坐其实也是很难因为什么呢？打坐的话呢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障碍。对呀。就是在佛经里面说，雕具和混成有两个说法。雕具是什么呢？你就是一开始打坐的时候，心没有办法静下来。就是一直脑袋里面出现各种各样的你的工作的事情、家庭的事情、外面的事情，这样。这叫雕具。混成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就是心很闷，或者就是你心里没有办法太高，有点就像睡觉的感觉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打坐的时候，你刚刚说的是就是一打坐就开始打呼所以这种打呼，我觉得原因一个是应该是你禅修的时候开始就是有点放松。但是有些在大圆满禅修里面说要放松，确实很重要，明白吗？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生活一直很紧张，所以有一天慢慢的慢下来，放松是一个很好的禅。但是一旦你没有一个专注和注意力的集中，只是一个这种放松的话呢，可能会容易睡觉。就是了，我什么也不想，就是放松打坐睡着了。但是还不好意思，每一个人都看见我打呼。所以呢，这种呢，就是每个开始打坐的人，他的要面对的习气不一样。我刚刚说的，一些人就心不静下来，就是一直脑袋就是想别的东西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一开始进入打坐就是想睡觉，那你就是第二种人。那这种来讲的话呢，应该要更加有一点专注。专注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，比如说你在你的眼前的虚空当中，OK， 观想释迦牟尼佛，一尊佛，你就拜一个佛像，看着这个佛像，念他的咒语，大家都摩尼摩尼玛摩尼说，大家都摩尼摩尼玛摩尼说，你看你的。其实是它是一直的，我们摩尼摩尼玛摩尼说话，念一遍算一次，念一次算一个，然后你心呢一直念着这个佛陀的这个画面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有一个就是那个心呢，就是一直有一个专注在一个地方，所以你不容易睡着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又是可以慢慢的就是你的其他的一些杂念妄想了可以减少。又是利己功德。所以如果有一些呢有很好的一个修行的基础的，他们可能一放松这样就可能会显现出一些智慧。但是我们初学者没有这个功夫所以呢还是要有专注。专注是比较重要。那专注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又容易开始会紧张或者累。你累的时候要休息。所以呢，你打坐的时间呢，其实是可以是1个小时，但是1个小时的中间呢，每5分钟可以有休息。明白吗？可以是20分钟，可以是半个小时都没有问题。可以起来去厕所吗？这个时间？起来也可以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早上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晚上你容易睡着的话，早上呢刚刚起来的时候，刷牙洗脸，然后很有精神，喝个那个凉水，喝水，然后在那边打坐10分钟，其实可能会这个状态很好。然后你这样做的话呢，那个状态一直好的时候呢，这种好的容易会习惯。
所以就下次你跟大家一起的时候也不会容易打瞌睡，明白吗？所以你选择时间点呢，早上是最好的。一般来讲的话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都什么时候打坐，没有绝对的。如果你的脚啊这个不舒服不方便，没办法盘腿，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只要是你这个身体是很正，然后对直的，然后就是这个比较其他方面的就是比较自然的身体，不是扭曲啊那种的状态，那就可以打坐。脚可以自然的那种，不一定完全要盘腿。好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真的要盘腿的话呢，你可以在后面的这个坐垫的位置可以提高一点，这样比较不会容易酸痛。对呀，因为一开始酸痛的时候，本来我们没有禅修的习惯，再加上酸痛，就是更加不容易进入状况。就是很辛苦的。不再习惯打坐了。对，所以呢，一开始这个打坐呢，要能不能带入一个比较欢喜的状态。所以呢，这个姿态啊各方面的要求，要不要太严格。明白吗？然后早上的时候是比较适合。好的，谢谢法师的开示，很高兴，我要试试啊。好。